咧讲的这个物件。其实你知影，我家己个人啊，我是2004年开始进入台语界，开始去学台语安尼，学到一阵嘛。迄当阵啊根本要拍台语无输入法，你知影？要学台语啊罗马字无输入法。迄当阵就安怎咧？迄当阵到尾啊，就有一个台语罗马字101，迄个软体出来啦台语罗马字101。伊就是安怎咧？我拍数字调号，像我要拍歌对无我就来拍迄个。拍了以后，我拍第5条，伊是第5条爱写一个有安尼啦，拍写一个第5，是台湾啦，是我就爱写一个7啦，大个爱写一个5啦，就是安尼，同时拢用数字调号，因为电脑咱有台语的输入对无甲伊用起来，讲起来用迄个台语罗马字101，甲伊转做，咱看到迄个台语的罗马字。哎呀，所以足辛苦的我，迄当阵佫爱斗台语的字形，因为像恁头仔讲的乱码对无拍袂出来，所以迄当阵拢爱佫装台语的字形，特别装，佫爱用什物台语罗马字101，遐软体甲转换。阮就是伫迄种情形之下，一直用，像准入张老因遐神巴，佫有一寡电脑的工程师啥，一直去设计，到即马足方便的啦，即摆要拍台语啊直接去登录输入法就好啊。像我头仔讲的，我用迄个台语信幕来做我的输入法安尼啦，台语输入法。好，来，所以资源已经足济啦，以前要查书典啦查无书典啦，咱先甲大家讲啦，咱因为时间其实足少的，拄仔迄个，因为咱即节课啊咱即节课其实时间介短啦迄个啥，各种书典啦，各种的书典啊，我大概推荐一寡物件。你会看到讲头拄迄个甘字典、在字大书典，迄拢是林准阳张老因家己上网的，对无？迄原本即两个是较早期的书典，拢是纸本的。纸本就是讲一本一本，对无但是迄个纸本即摆无法度用啊。我问你，你要去倒买甘字典？你要去倒买在字大书典？对无？袂敢若图书馆内底。所以林准阳张老家因全部放去网络，变成网络版。我甲大家讲，即个书典啊咱推荐的拢有无共款的用途。咱先讲甘字典，甘字典就是你若汉字毋知要怎读的，就你家己的名，你读袂出台语，对无你就去查即个甘字典。即个甘字典啊就是要互你查，有啥物碗糕汉字要怎读的啦就是安尼。你知影所以原本啊我阮母啊有咧上经，你知影？所以伊拢问我讲迄经册内底啊到底迄汉字、迄台语要怎读啦？因为伊用台语上经。我讲我嘛毋知，讲你台语迄教授竟然袂晓读。我问你啦，接地菠萝生接地菩提萨婆咧，是要我读台语啦，对无？迄我都袂晓迄咒语咯，迄梵文音译过来的物件嘛所以到尾我就摕一本甘字典互伊，你知影？我就讲母啊，你家己查啦，即内底啥物碗糕字拢有啦我也摕起来查，所以伊叫我就毋捌去问我啊，伊讲问书典较好啦，对无？我嘛袂晓，这就是甘字典啦。所以咱要查汉字安怎读，就是即本字典，因为伊叫做字典有汉字。但是你要查古早的台语词，像日本时代较古早人有咧讲的，即摆可能已经无安尼讲的啊。你来去查台日大书典，安尼你免记网址，你关键词记着，你去 Google 拢有啦，因为即摆有网络版，去台语信幕内嘛看有安尼好，这是教育部的书典啦，教育部的书典最近才打改版尔，改版尔，你会当去用看卖啦，就是教育部的书典，教育部的书典啊，就是即马咱用的迄个台罗的版本的书典就对啦，官方的，这是官方的版本啦，但是当然啦，因之无遐济啦，所以有诶书查袂着啦，查袂。但是即摆逐年拢咧，因为伊有经费嘛，所以逐年拢咧扩充，就对啊。上重要，我上常用就是即个找台语啦，找台语。老实甲各位讲啦，我诶电脑前一阵仔 update 以后，台语输入法拍袂出来，你知影？台语输入法拍袂出来，张准有中老才帮我用好尔所以即几工我伫遮拍迄有当时我是用手机因为我手机有台语输入法无问题。然后几日我就伫电脑，我就开迄个找台语，你知影？我就找台语内底会当拍数字调号，我就拍数字调号找，找以后伊迄个数就会走出来，对无？我就甲 copy paste 啦，就是那个高不离中的过度但是即个找台语有啥物厉害的所在呢？我那个因为时间足少的，我就好，我嘛是爱开一个互大家看卖开一个互大家看卖。你去 Google 啊
你去 Google 找台语就好啊，啊，你 Google 找台语就好啊，吼，这是台湾一个找台语啦，吼，找台语啦，吼，甚至你是安尼 Google 就会使啊，你若唔知影，你就安尼找台语就会使啊，哦，你看你 Google 找台语就咱找着啊，吼，这个叫做找台语啦，吼，找台语安尼吼，这是一个迄个少年家吼，叫做吴夏米，吼，吴夏米诶，伊做诶这，啊，这个找台语啊，吼，伊毋是一本书典啦，伊是8本书典啦。什么意思咧？就是伊家己无做新的内容，但是伊这是词典的入口网站，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伊内底有甲迄个 online 的书典啊吼，全部拢集做伙啦。所以你一只找就会找到所有的书，网络的台语书典有啥物物件咧？伊家己无内容，但是伊有真诶上好，像伊有上好的方法，对初学者来讲上方便的就是伊有啥输入式，啥叫做输入式？输入式就是你拍数字调好就会使啦。哦，像讲我要拍吼，迄个像我毋知影一个字叫做叶贴的所在，你敢有听过叶贴？较叶贴的所在是啥物意思？毋知影对无？哦，贴就是叶贴，你毋知影要安怎？哦，我来查，我定当用这嘛吼，我拍叶贴，哦，叶贴，即个罗马字音，哦，啊，就吹，哦。伊就正侪书典拢有收叶贴的所在哦，你看1、2、3、4、5、6、7、8、9本书典哦，搁 update 啦吼。来，所以台日新词书哦，这本书典内底收的叶贴哦，就是安尼哦。啊，台二大书典收的叶贴是安尼哦。啊，台英书典，马里诺教会的台英书典，马里诺是专门咧教传教书台语的教会啦哦，就是迄个马里诺台英书典哦，有无吼？啊，搁台华线顶书典，教育部的书典嘛有收人机罕至隐秘，有无吼？叶贴的所在就是较暗的所在吼，较无人去的所在哦。爱台就是文学作品内底，台语文学作品内底，啥物款的文学作品出现过即个词，人安怎用，有无？所以吼，即个书典啊吼是真好用的入口网站啦。伊找台语毋是一本书典，伊无家己的内容，但是伊甲所有的书典拢集做伙。对无？哦，是毋是安尼？但是当然啦，伊是互你知影倒位有，但是伊敢若安尼尔。你看吼，你教育部书典有收叶贴对无？但是你是详细，嘛无真详细，对无？嘛无真详细，你嘛是爱当伊迄个书典啦。就是你找着以后，你会当搁当伊迄个书典看搁较详细的内容。哎，了解啦吼，这是一个入口网站，但是伊足好用的，所以吼，伫咱的讲义内底啊吼。咱有推荐大家，我家己接用的书典，我家己个人接用的书典啊，哦，我接用书典啊。你若要学台语，你毋免一直问讲吼，老师啊，迄个蜻蜓的台语要安怎讲？哦，企鹅的台语要安怎讲？半暝3点收到敲电话，哦，何老师啊，吼，什么台语要安怎讲？毋免啦，你即摆家己去查书典，对吧？吼，啥物拢有，嘛会当用华语去查。伊这网站真济拢会当用华语索引，你著拍中文落，伊就甲你讲啊。哦，安尼了解啦吼，安尼了解啦。所以即摆台语书典拢足方便的啦，吼，毋是像古早，因为阮咧学台语的时阵，爱去现迄个纸本的书典，爱去图书馆借啊，是安怎？即摆拢毋免，即摆 online 手机仔摕来，凊彩试试咧，啥物拢有，哦，啥物拢有安尼。所以要学台语啊，吼，比阮以前加足方便的啦，吼。好，啊来入口网站，小概2三个是入口网站啦，哦，侨委会讲啊，吼，爱优先推荐伊。这侨委会话啦，对吧？所以咱就来优先推荐伊个，对吧？是不是安尼？来，咱来看侨委会这个网站啦，入口网站啦，吼，咱这个小概，这个是等下吼，来，伊个全球台语网内底有一个，网址可能拍毋对，因为其实我是用分享的，吼，然后侨委会有一个台语文学习网，有无吼？你来拍侨委会台语文学习网，哦，伊内底啊吼。有足济，伊内底收入，伊即摆还咧走啦吼，但是我毋知伊要走到何时，然后咱用这来小解。侨委会内底有收啥物？伊嘛是一个入口网站，入口网站就是讲伊家己无内容，但是伊无像信网内家己有足济内容，对吧？我即摆小解拢是入口网站，但是入口网站有一个啥物好处？你要找啥物网购所伊内底拢有，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我即摆时间有限，咱等下要解夜市啊，所以吼，咱就用迄个入口网站安尼吼。所以内底有一个教育部本土语言资源网，有一个线上教材资源，有一个闽南语动画网。咱头仔讲啊吼，因为语言的争议，所以教育部即摆也是用闽南语做正式名称嘛，所以教育部做的拢是会叫闽南语嘛。但是连讲啊，
总统选举了，咱真正拼会过，咱就家伊这全部会改做台语啦，好来吼，所以这拼音教学资源，什么台语文献上，这都是一堆啦吼，一堆啦吼，就是这样，这是侨委会，因为伊拢还袂走了吼，咱时间关系卖等伊啦，这是侨委会吼，另外吼有一个迄个教育部的本土语言资源网啦吼，这个网站是我做的啦吼，这个网站是阮即摆做的物件啦吼。这个教育部的本土语言资源网啊吼，是生做安尼啦吼，生做安尼。因为伊是本土语言资源网，是台语资源网。右上角有一个华原客闽，对吧吼？华就是啥物拢有啦吼，就是闽啦吼。你甲点落，因为这教育部的所以无法度，伊只好叫闽啦吼。我嘛真无奈啊咧吼。好，来第一有一个上新的消息，上新的吼 update 就到7月17，你看吼，就是。台语即摆有啥物活动？傲慢与偏见新书分享座谈会，这种台语的才会伫遮哦，所以伊是台语版哦，台语版傲慢与偏见哦，台语罗马字入门版有啊吼，啥物做伙学台语啊吼，啥物台语介好耍啊，基础班，啥物物件啦吼，拢台语相关的资源拢会伫入面以后上新的消息。你若要找要安怎找？就讲你拍迄个学习资源，你拍学习资源里面啦吼，你拍歌，你拍即个啥？你像你即内底拍。歌词对吧？吼，你讲个词，你也是资源内底拍歌词，你 enter， 吼，你就有一堆歌词用台语，哇吼，就是有一堆歌词啦，包括迄个歌词正字有啊吼，歌词正字即个网站嘛会当伫内底找着，有啊吼，你若查漫画，漫画，也是动画，嘛拢会查会着漫画的网站啦，吼，所以等于讲吼，咱今仔日时间有限，就是我即摆。也袂足大吼，因为时间足短，剩足短吼。来，就是讲吼，咱即摆无法度啊吼，甲大家小解每一项，你要学啥物物件喏。但是咱就来讲，你去内底找，你需要动画，你伫内底咧，咱找着真侪拢是漫画的，足侪漫画，台语的漫画，你会当甲囡仔做伙看台语的漫画，互伊知影感觉家台语趣味嘛。若歌词，头拄仔迄个嘛有迄个歌词的网站，反正你要啥物资源啊吼，就拢会当查会着啦吼，罗马字。嘛拢查会着啦吼，反正即个或者教育部的本土语言资源网，客语嘛有哦，客语也有哦，客语佫会当选腔口、西安、海陆、大埔吼、鸟坪吼、礁安有啊吼、南树关、原住民语啊吼，嘛足侪吼，拢有啦吼。好，所以这是本土语言资源网，这是本土语言，即摆是一个入口网站。毋过啊吼，即摆会有一个新的，但是即摆即个新的还袂好。啥物时阵好咧？因为爱等我等伊处理，所以吼爱等9月底才会好，9月底才会好。就是啥物物件咧吼？就是阮最近做一件代志，就是阮去教育部吼，请我去盘点啦，吼，去看讲有啥物，若要学台语有啥物 online 资源啦，吼。有啥物 online 资源，结果阮盘点结果啊吼，台语的部分，阮是其实有做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妈祖语，拢有做诶。因为即摆咱台湾咧做本土语言，拢是大家合作做伙做。袂讲干那做台语啊，其他语会歹讲吼，无，即摆拢做伙。好，所以台语的部分啊吼，台语的部分就是有遮侪 online 资源。啥人要分学习来讲啊？因为这就是国小低年级啦，1、2年级，这就是3、4年级，这就是5、6年级，这就是高中，这就是高中。安尼简单讲就是安尼。但是你毋免知影这，你若无要做教育的吼，你毋免知影这，你就是知影讲吼，这个数字愈细愈简单啦。你去点看卖就对啊！你去点看卖，数字愈细愈简单。拢总有教育部有做5402个迄个台语的线电资源，online 资源安尼。除了教育部以外吼，民间啊吼，民间嘛做5000外个啦。所以拢总已经有10000外个啦，10000外个适合的。好，10000外个适合的啊吼，内底有啥？有漫画，有歌，有电视节目，有广播节目，有影音，有绘本，有电子册。你看是毋是？即摆要学台语，伫网络资源有够侪啦，有够侪足侪对吧？吼，是毋是安尼？是毋是足侪？所以这就是数位教材啦，吼。数位教材啊，吼，要下伫倒位啊？吼，下伫倒位安尼？吼，咱先甲大家讲一个安尼，伊爱 Google 即个啦，吼 ，Google 即个叫做好，等我一下，我来甲伊 Google 叫做教育，来，伊叫做。教育魂啦，吼，数位入口网啦，吼，来，教育云数位入口，对吧？吼，迄个你甲点入去以后啊，吼，教育魂数位入口以后啊，吼，伊就有啥物物件咧？伊内底有一个行政院的数位学习精进的方案。其实伊每一科拢有，伊每一科拢有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国文，啥物每一科，啥物我个
就每一科拢有啦，学校拢有，这是规个12年国教的大网站，了解无？但是你看，咱的台语文放伫足头前的，伊前门资源、前门主题了就放台语。有啊，你就知影讲教育部即摆有重视无？伊甲咱放伫上面顶哦，下面才放英语上。好，但是未来的改版，即摆是凊彩放的啦，即摆凊彩放啦，无啥物逻辑。但是9月了后，阮已经有迄万外的资源，但是万外的资源，互你用，你嘛袂晓安怎用啊，对无？你嘛毋知要安怎用啊，对无？啊，要安怎？阮会优先推荐。哦，第一批9月底就会 online， 啊，过来分，你就会看到讲这个改版9月底。毋是足久的哦，就是2个月后，2个月内啦吼。等我等下阮处理者2个月内，我要甲起啊。这是一个使用说明，就是迄个 step by step 的有无吼？迄个物件使用说明。啊，过来才会变成第一学习阶段、第2、第3、第4、第5，安尼更多。就是讲你要初阶，你要愈初阶，就是点第1、第2、第3、第4、第5。啊，阮会推荐所有资源，就是讲你要点啥物啦，你会当先看啥物资源啦，哦，先看啥物资源，哦，就是即个啦，吼，就是即个，吼，你点入去了后啊，吼，每一个学习资源了后，拢有一个清单，啊，清单就是甲你讲有啥，啊有啥了后，再去说明连结安尼，吼，迄就是你去点看卖啦，即个物件会足好用的，会足好用，但是第1年啊，吼，你知影，够无人看到阮点的结果，哈。万外的，老师恁伤认真哩啊！阮今年无法度做遮济，阮甲厂商有签约，今年要做几个？400个，400个。我老师，阮今年个来了400个，OK，啊400个，佮爱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妈祖语去分嘞，吼，所以吼，差不多，但是妈祖语无几个啦，吼，无几个出来，所以伊是主要，所以一个语言咱分着100外个，所以今年9月底。吼，就是讲去2个月后，你10月初去点一定有诶啦，吼。像我8月初去点迄个最后长老台语新闻啊，就有咱即届诶录影。啊，若10月初去点，就有新改版了诶物件。伊内底就会有台语大概100外集，100外诶资源啦，吼，100外诶资源。你定来去点看卖，看讲吼，你若要自头开始学啊，是要伫中开始学，是要较深诶啦，吼。我小解一个，像讲吼，咱已经有看过台语听有无啊？若较深的，阮会小解啥啦？亲像啥物物件咧？吼，亲像即个物件吼，你敢知影麦当劳的5巴伯格为虾米遮尔好食？阮会小解一个啦，吼，阮会小解一个啦，吼。亲像啦，伊个尔，伊个，像即个就是较深的啦，学台语较深的啦。公司台语台做无？好，比如咱今日过来开讲迄个半年，咱知影讲若3即年读册音嘛说3言2语的3，啊若讲话音、白话音就是说3，即句3吼俗语原来几落款。头一句咱来讲吼，真侪老辈咧讲少年家，徛毋徛好，徛到安尼3到6斤，意思就是讲吼拢无四正。啊有一句话，正就是讲一句话3到6正，这就是表示讲话嘛共款呢。有当着啊，你讲即句话出来吼，3到6针倒位的伤人，咱都毋知。即句话产生副作用的时阵，咱无知觉，插着人的心肝，咱无反省，有当阵啊倒弹，原来会去伤家己。过来，共款3角有话，3寸原来有话。来讲有一款人吼，阴天教人3寸青，意思就是讲伊拢甲你扮笑面。拢甲你表现较好来好去，事实暗钱伤钱，咱无法度提互。啊，好，咱看安尼1分钟啦，伊迄一集其实嘛3分外钟尔。这敢有适合初学者去看？无对无？无对无？像即种阮就推荐互较后壁学习阶段的人去看啦。但你台语已经学到袂歹一定的程度啊，对无？想要更较深嘞去学咧，阮会推荐即个解文算字啦，吼，解文算字。类似即种，我只是举例啦，吼。好，啊，你若敢有看过？小丸子讲台语，樱桃小丸子讲台语，台语版樱桃小丸子，吼，无对无吼，台语版吼小丸子，吼。看过魔法阿嬷？有看过哦，魔法阿嬷，来，这内底啊，吼，阮会推荐教育部的闽南语动画网内底，闽南语动画网有无？教育部有做这，伊内底啊吼，你甲点入去，伊内底已经有1、2、3、4、5、6，哦，已经有6个迄个漫画安尼，啊，迄个教育部即摆甲小丸子摕掉哦，
等我一个吼，到后尾因为你知影，我毋知影是安怎，我等下再问看卖，因为我出国进前了伫咧，伊有可能是版权的关系，伊有可能是版权的关系，你知影哦？因为迄版权啊吼，足贵的啦，哦，那如果足贵的啦吼，也是讲吼进前想要甲宫崎骏啊吼，会放后换做台语版对无？结果伊迄工作室啊吼，贵爽爽买袂起，吼，到后有去找过啦吼，啊买袂起安尼啦吼，好，所以吼是毋是甲小丸是毋是甲迄个？你看，遮有啊，吼，这个，敢若有诶看，安尼吼，安尼这个是毋是有 ？YouTube 有，来，我看卖是毋是台语是白色的羽毛。毋是，免讲啦，免讲啦，好，咱来看一个。搁表示大家在过年，规工营生生是，那个你也毋是共款，想讲大家拢在过年。什么意思？大家都谈过年喜爱，菜花拢一五分，连帮都不做。就算被妈妈骂，也能认真反击。小丸子的台语原来叫做丸娜，闺蜜小玉则叫阿尤啊。这是教育部的闽南语动画网，为了鼓励全民学台语，特地把14集的小丸子重新配音。因为我是看录音档，一般会这种阿妈内底，听外国人你互阮食哦。牛排，也搁有啥？鹅肝酱。对啦，就是迄种贵松松的物件，甲咱兜无关系。阿妈，拜托啦，当初想要食不哩啦，已经陪我食好多啦。担任配音员的就是她，郭雅梅，原本是机场广播员，因为音质太有特色，14年前转战配音圈。过去都是帮大陆剧配音，这次坦言有点考验。我是在台北长大，我会比较担心说我是不是如果用错了文法怎么办？所以有啦，迄配音嘛吼，拢现场有台语老师伫边啊，伊若讲毋对吼，随叫伊变讲安尼，吼，就安尼才配起来。无迄你若放互配音员家己录啊吼，迄真恐怖，迄真正真恐怖。阮有即个经验，哦，啊，即个毋是我翻的，这是阮迄个系上另外一位老师吼，听主管老师伊用的安尼吼，即个台语版的即个翻译安尼。好，哦，啊，所以像昨咱有看到迄个咱的迄个台语台语听有无对吧？吼，啊台语听有无啊？吼，内底当然嘛是一定会介绍啊，对吧？吼，啊，另外吼，逐工一句啦，吼，像讲阮啊较初阶，阮会推荐一个逐工一句，吼，伊这是一个 YouTuber 叫友人啦，吼，友人。即个拢是共一个人配哦，伊共一个人伫内底啊吼，你看有配老师啦，配什么啥物姨啦，吼，配迄个头家啦，吼，配到这电推小姐啦，吼，配金蕉，你看配金蕉哇吼，就是伊家己一个啊吼，有足侪伊家己一个配7个角色就对啊，即个 YouTuber 最厉害对无？哦，伊叫逐工一句啦，吼，逐工一句安尼啦，吼，啊吼，咱就像讲吼，啊你若毋知影要安怎哦，等下吼，来，你若看讲啊吼，逐工一句啊吼，收水对无吼？收水，吼，你来看，吼，简单一个，互大家看卖，吼，逐工一句。你家己演的。逐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因为台语台是14档，所以有意思。我是上古水的玩啊，逐工热人的时，我们就爱浸伫水里。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是收水。收水漢字寫做收水，羅馬字寫做思油收，滋味水，收第5條，水第2條。收水，嘛有人講是游泳，這是熱天上讚的活動。因為伊是台語教學，所以邊啊攏愛有單字介紹，哇吼，教你安怎寫。要收水是來真方便，收水的方式真濟，速度上緊的是雙手拍水，雙腳踏水，越頭換氣，身軀直直，那直高的掠高手。嘛有人直接為歡叫做自由式。
若要讲上辛力，会当收上久的，就是双骹画圆箍啊夹水，双手向两边过水，额头划开的水加收，嘛有人讲是四骹收。啊，若无想要紧开，想要互鼻仔一直维持伫水面顶，就使规个人面向顶悬，提伫水面，骹豆豆啊踢，手慢慢啊向后壁过水。这种想法的名，无介好听，叫死囡仔溪。啊，要袂晓收水的，嘛会当用圆圆来连贯风的浮起来的圆箍啊。也是一块大地，会浮伫水面的浮板辅助，就毋惊沉落去啊。俗语讲，教囝学收，毋通教囝爬树，因为古早人认为学爬树是无必要的代志，甚至有可能会滑倒受伤。啊，若是学收水，伊也会当互身体勇健，拄着危险，佫会使救家己一命。用这句俗语来解说教育方向的重要性。六，复习积所谓大事，有无？掠高手，水加收，死囡仔溪，游泳裤啊，教囝学收，毋通教囝爬树。原来我要囡仔去学收啊，无拢互同学笑我是袂晓收水的山羊啊。今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旱鸭子，台语是华语是讲鸭子对无？台语是讲山羊啊，你袂晓收做山羊啊，有无？是毋是安尼？吼，啊，这个节目啊吼，真心实啦，吼，这个说，吼，这个节目的台语顾问核心啦，哦，这是我甲另外一个老师啦，阮有两个人分啦，一个是台南的朱定邦老师啦，吼，伊迄个啥，伊有一半我一半啦，吼，就是讲阮做台语顾问，啊，阮就先甲专业的物件写，即集要讲啥，等候遐一寡少年囡仔，少年囡仔甲变做少年囡仔有趣味的剧情，有啊吼，啊剧情转来，阮才去。阮再去甲解讲倒位罗马字，也是还是汉字什么倒位毋对，吼啊了伊解以后吼，阮就直接录音，啊录音录了吼，迄个幼稚就是按着迄个人吼，你就听阮的音去练啦，才袂讲毋对嘛吼，啊练以后就家己去按啦咧，哦大概是即个模式，所以吼内底吼，咱就是讲台语的资源啊吼，即摆咧学台语甲以前无共款啦，即摆吼其实若少年囡仔要学啊吼，咱拢会当用即种。足高水的方法，互因看啦，吼。啊，像讲吼，若有一个叫做啥咧？叫做修成的迄一工啦，吼。修成迄一工啦，吼。修成迄一工，你看吼，即个修成迄一工啊，吼，是安怎呢？即个修成迄一工，就是你看，伊就是屏东高树的枣啊，台南柳营的花莲果，吼，高雄燕巢的芭乐，吼，就是中华丰苑的鸡卵。高雄永安的石板，台南东山的林景，哦，嘉义梅山的地叶，哦，啥物个，就是即个节目足趣味哦。即个节目啊吼，就是即个修成迄一工，伊是台语嘛是台语来，是无？伊就是派主持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伊去全国的大学哦去海选，你知影去选迄个适合的大学生甲研究生。阮系上的学生嘛有2、3个伫内底啦，吼做主持人啦，啊嘛有别个。哦，啊，即个修成迄一工，伊去看讲小学生，就是伊第一啦，伊毋是去访问遐做实的人、正做的人、饲鱼仔的人尔，毋是，伊内底还佫有小学生，啊，即个小学生是爱会晓讲台语的小学生，吼，啊，所以就叫遐主持人、大学生、研究生的主持人去访问遮个小学生，哦，因兜啦，吼，啊，拜访小学生呢，你知影吼，阮有一寡学生去做老师嘛，吼，台北的老师去台北做老师的，拢讲，老师，我放这互因看。台北的小学生第一个反应是啥？你知影？哇，因兜哪会遮大？当然啦，台北拢带招人来经我公务对吧？吼，啊，伊这建造的厝里拢足大对吧？啊，第二句的讲啥？老师，因拢无用手机啊，哪会当度日子？对吧？台北的囡仔拢一日到晚咧飞手机啊，吼，啊，但是啊吼，迄个人这建造的就是拢伫田里嘛，吼，啊，所以因反应足大的，啊，因为啊吼，这个小学生啊吼。虽然讲台语嘛会讲，但是你嘛知嘛，小学生台语会讲嘛有一个坎站嘛，对吧？吼，所以
遐个细汉囡仔看吼，袂有压力，伊袂感觉讲啊吼，伊看迄台语节目吼，哦，一个比一个台语搁较断定，搁较老岁仔开，伊感觉讲吼，伊对袂着，对无？哎，即种细汉囡仔吼，小学生啊，平平小学生，所以伊会感觉讲，哦，即种程度的台语会当上电视啊，伊就有信心，你知影？就会鼓励因啦。所以我定定讲啊吼，咱要互囡仔对台语留下什么款的印象？15年后、20年后，因大汉，因对台语是什么款印象？啊，像即种的，就讲，袂歹对无吼？啊，连主持人有当时嘛会讲毋对无，所以大家先研究先，吼，啊，一半改啊，一半改啊，啊，所以因就无啥物压力嘛，吼，啊，你会当找你有兴趣的，也是你家己故乡的来用嘛，吼，我凊彩点一个啦，咱看30秒，咱等下4点半就要结业式啦，所以爱赶紧，因为足侪物件爱讲的，就是这。你看，伊个欢迎，迄个迎嘛无介准话，叫欢迎收看，有无吼？是毋是？即若是比赛吼，拢会扣分。但是吼，电视吼，无人讲定来评迄个什物全国语文竞赛，吼，啊，迄拢会扣分。但是伫电视内底，电脑效果是好诶，因为伊毋免较正，说袂互大家压力，安尼知影？哇，好，休息迄一间，哇。好，咱直接跳开始啦吼，电动。啊，这后底你讲起。这个就是阮下学习的。你老大。来，这个是快速，你啊拿呢就是开动，这是慢的，这是刹车。动，安尼 Q 来。嘿。啊，卡大的这是啥？这是要关掉的迄动啊。关掉。嘿，好。关机的动啊。嘿。哎，我冇使过移动车啦。你要控制啊，控制啊。你看，嘛袂晓讲台语咯，真侪物件有华语哦。我来，你是你看，这细汉囡仔吼，伫迄个家庭定较开车有无？是毋是？好吼。所以吼，像即种节目吼，即种足长的啦，这24分钟啦，这24分钟有无？但是这就是互囡仔看的时啊吼，伊就是互囡仔去感受讲吼，伫现代社会，我就算台语无逐字拢会晓讲，我嘛会当男咧讲啦，毋免伤大压力，我就是讲台语就对啊，吼，对无？是毋是安尼？我会当讲遐个开关，这是开关嘛，吼，对无？是毋是安尼？啊，每一片叶我面顶拢有叶绿素嘛，袂要紧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毋免讲吼，一定爱台语100分才敢讲，咱即摆咧推送的吼，台语的方向，就是讲因为即摆时代改变了啦，吼，要要求大家吼，因为无以前迄个环境，要要求大家说100%台语啊吼，真学。阮即摆其实啦吼，对一般人，对台语人来讲，咱当然要求讲，咱台语人家己啊一直精进落，对无？但是对毋是台语人来讲啊吼，咱即摆主流的方向就是讲吼，你男咧讲袂要紧，你男咧讲花台对着袂要紧，或者花台套男啦，你套男咧讲袂要紧啦吼，因为你30分的程度爱开始讲，才会变40分嘛，40分程度讲才会变50分嘛，就是安尼。吼，所以啊开啦吼，即个网站内底，阮会推荐，吼，阮会推荐即个，所以你看吼。阮就是，你到时甲你家内底的小界，就会有由浅到深，各种无共款的资源推荐互大家啦。吼，有诶浅的有浅的，深的有深的，咱头有用一款例互大家看，有无？是毋是安尼？吼，好，啊内底吼，佫会甲你讲即个片仔偌长，像咱要甲各位讲即个片仔偌长，因为你若干若要互囡仔看5分钟，你要点的，甲你要互囡仔看半点钟，点的是无共款的对无？所以内底有啦，吼，内底有安尼，吼，好，所以这是这啦，啊，你爱去 Google 即个。教育群的数语考网袂使啦，吼，教育群的数语，伊个学习教界大概是生做安尼啦，吼，即个网站是安怎啊数安怎，吼，你家己到时10月去算看卖就知啦，10月去算看卖就有啊啦，吼，好，啊这是好，啊头拄啊书店嘛，吼，书店专门教台语的网站，其实啊吼，伫讲义内底，我已经话大家甲一寡上以教台语为主的。他拄爱修成迄一工，毋是教台语为主对无？伊迄是趣味的片对无？是毋是安尼？你看就知，迄是要放互大家看爽的嘛吼，毋是咧教台语的。但是要专门教台语的迄个影片，有食的啦，吼有食的。A 是上浅的，因为这是啥？台湾的教育部的台语认证考试，迄当阵用的是照欧洲共同语文参考架构、欧洲共同语文
参考架构去定出来。所以咱台语的级数是世界，甲世界同步，就是咱的级数是世界的分级方法。咱毋是家己去用家己台语哦，所以咱对台语的印象是即两工了，已经甲改观，就是讲吼，咱其实台语已经真世界化，吼对无？啊，真现代化。来，所以吼 A 是上浅的啦 ，A 是上浅的，所以 A1 有啥？逐工一句3分钟，以教现代语速传统上语为主 ，A1 哦，就是上浅的。啊，上深的咧，上深的就是啥？解文说字有无 ？C 对无？哦，到是 A 上浅，啊 B 中的，台语听有无？就是对 B1 到就是浅到小可深安尼，无上深。啊，上深的是解文说字一个，哦有无？这个是拢短短啊，4分钟、3分钟。啊，逐工一字，这是台视的，这是台视的安尼，这是囝电视，这是公视台语台，这是台视，这嘛是公视台语台，啊，这是华视，吼，这是华视，这是民视，吼，这两个是民视，所以你来看台湾啊，吼，自从台语台设立了后，每一个电视台拢咧做台语啊，你有发现无？我头仔咧讲啦，是毋是拢无共电视台？迄毋是拢台语来的节目呢？你莫想讲台湾敢若台语人咧算台语 ，no， 台语即马第一工咱就讲啊。台语即摆伫台湾是强滚对无？大家拢咧用台语安尼，有啊吼，这是讲义内底会留互大家，恁家会当去看啦吼。啊，有诶是20几分钟，这个讲话性诶啦，吼讲话性诶。啊，有诶敢若几分钟，这个是较短迄种诶有无吼？专门教台语安尼吼。来，台语 podcast 吼，我推荐大家一个就好啊，因为 podcast 百款啦吼，百款。我推荐大家一个 Vancouver 诶台侨做诶 ，Vancouver 哦吼，伊伫温哥华伫迄个加拿大有啊吼。伊啊吼，就是2016年我去Vancouver时啊吼，上台语班，嘛是咱即种聚会哦。结果了以后吼，伊就学罗马字了，伊就开始对台语有兴趣。伊怎啊吼，家己去遐做一个啥物物件，做一个李公告我来听。即个字毋是写毋对，因为伊叫做李赞成，吼，所以吼，伊就是说李公告我来听。伊就组一个网络的台语班，即摆还咧运作哦。即摆台语班、网络台语班，伊个学生有迄个美国的，有加拿大的安尼。哦，啊，伊就是网络教学，就是变成教。啊，教学了以后，伊的目标就是啥？因为敢若教学真无聊啦。哦，爱有一个目标，大家才学会久。就是做录台语的 podcast， 录台语的 podcast 安尼吼。啊，所以伊即个理公告我来听吼，伊即个理公告我来听，伊就是伊带学生的线顶书店啦。啊，这其实是一个足好的。足好的经营模式啦，吼，一个足好的，无去啊，遮，吼，足好的经营模式，就是讲你人伫海外，但是你想要为台语做寡代志，你着靠一个线顶的啊。online 的好处是啥物物件 ？online 的好处就是，哦，你嘛会当去听啦，去即个 Facebook 来去点吼，点因的迄个 podcast 来听，讲者林献堂啦、蒋渭水啦、哦北电吼、高木有基啦，吼有无吼？即个杜聪明啦，吼，即个台湾历史的故事安尼啦，吼，当然说，啊，这毋是李赞成老师一个人做的，这是伊带伊的台语班的人，学以后，因学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做安尼，伫做内底搁较精进安尼，所以足好的啊，吼，都足好的啊，所以这嘛是海外要经营台语团体一个真好的。模式啦，吼，所以伫遮推荐互大家啦，吼，好来，来，进来，咱要无时间 Q&A 啊，吼，修正迄一讲就来对无？啊，搁来，我召开大家一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这就是阮逐礼拜六固定的聚会。啊，即个逐礼拜六海内外台语人拢会去哩。伫台湾啊吼是半暝10点到12点，吼，啊伫遮是早起10点到12点，对无？甲台湾拄好差12点钟嘛。遮是每礼拜六会透早早起10点到12点。啊，若伫西方的洛杉矶是早起7点，西方的洛杉矶因是7点。啊，即个物件吼，就是安怎咧？就是阮太阳阵吼我2016来，2018来对无吼？结果19年啊吼，因为交会2冬派一届，啊，大家等袂赴2冬，你知影？大家一个噗噗，所以洛杉矶迄边啊吼，有一个地量更先生，因为我无安尼啊，咱做伙来2019年，咱就来办一个，家己来办一个台语的论坛安尼啦吼。啊，所以迄当阵啊吼，文化部有赞助啦吼，就是文化部有赞助台湾来这边的机票钱，啊，其他拢是洛杉矶的台侨家己去募款。吼，去办出来吼，啊，当然参加的人家己嘛有付钱啦，吼，就是讲家己付钱啊，啊，其他去募款，啊，文化部赞助一寡，啊，迄当阵蔡总统甲地雷军文化部长拢有录影致辞，就是录影来专工录影来致辞，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从迄开始，2019年了以后，
因为过当年本来交会应该个派嘛，但是疫情开始啊，2020年疫情开始啊，疫情开始后，大家就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大家已经真无简单，迄个热情起来，想要做台语，想要学台语啊，知影台语是厉害的啊，啊要安怎啊过来疫情啊，所以大家就招线顶啦 online， 逐礼拜六，啊即个逐礼拜六啊吼，逐礼拜六拢有一个主题，即个主题啊吼，逐礼拜六拢无共款，反正就是用台语去讲就对啊。无一定是台语专家，有诶台语嘛一半字咱啦，吼，但是就是用台语去讲各种诶。我请过上诶，武雄老师嘛，我请伊去讲过啦。我请武雄老师讲过，哦，啊嘛有迄个论坛内底嘛有啥物，嘛有捌有姚文智先生啊去讲伊诶《罗马高18号》迄个电影，有无？哦，流氓高什么，迄电影，啊嘛反正有足侪，无共啊嘛有去讲艺术诶，嘛有去讲音乐诶，嘛有去讲，反正就是伊内底就是用台语去讲各种主题，嘛有人去讲。我较无兴趣啦，还有啥物做yoga用台语，反正各种主题啦，各种主题就对啦，吼。好，啊所以有兴趣的人，加台嘛，我较加台就是伫遐佫是顶熟悉啦，吼，无以前吼拢袂拢嘿，所以吼啊即个论坛吼，伊嘛会甲伊的物件放伫 FB 啦，吼，伊的 FB 安尼啦，吼来我互大家看一下伊的 FB 生做啥款。即个 FB 伊拢会预告讲，即礼拜的主题是啥，就是后礼拜的主题是啥物物件咧。啊，拜六啊吼，即摆已经过啊嘛，对无？因为今仔是礼拜啊嘛，对无？哦，你看咱伫后礼拜开始，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啦，吼，伊就有一寡，伊个即个啦吼，你看，伊用台语的社会语言学第2集，有啊吼，就是会讨论伊用台语，讨论北电有因，巴田鱼，台湾的水利灌溉，吼，就是咧。做迄个水利工程的啦，水利工程会成败安尼吼，就是逐礼拜吼拢会有无共的主题安尼啦，无共的主题安尼吼，啊嘛有一寡台语的宣传，什么打教台语开讲会啦啥，好台湾教会报你有看到无？头拄我小互大家看教会公报有无？伫遮有无？台湾就是讲，就是这所以这就是有遮济物件啦，有诶伊有绘本的啦，啊嘛有讲 ChatGPT。要安怎讲台语的，要安怎教 ChatGPT 讲台语的，嘛有伫内底迄团队嘛有去讲，反正就是阮会当招着啥物人，就叫啥物人去讲就对啊，大家拢无共主题，反正 online 真自由，我嘛无逐礼拜去啦，因为无法度逐礼拜，但是你若有闲地，咱去看卖，安尼网址嘛互大家。了后你若无时间去，要安怎你阁想要看即集，要安怎？伊有一个 YouTube 啦，YouTube 去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会查有迄个顶级的内容安尼。好，当然这是伊的连接网址啊，嘛放伫讲义，你若想要入去，拢欢迎啦。拜六直接点即个，伊用迄个啥，伊用 Webex 啦，伊用 Webex 即个软体啦，所以你若想要去，拢会当去，欢迎做伙去你开讲啦，欢迎做伙去开讲安尼，好，就是安尼嘛。若拍字输入法嘛，已经有 list 互大家啊，有足侪输入法的啦，佫有迄个俄罗马字，俄罗马字啦就是我有足侪输入法的有迄个，我大概咧讲好啦我家己个人啦，我分享我个人啦我个人的电脑是用信幕来代替去输入法，就是头拄林俊尧长老小解迄个，因为我感觉足好用的啦信幕来代替去输入法。若我的手机伊是 for computer 的啦就电脑的啦notebook 嘛会使。若我家己的手机拍字是用即个啦，罗汉卡啦，我感觉袂歹用啦罗汉卡你会感觉，罗汉卡是啥物意思？你知影？单身汉。就是迄个啥，起仔若红啦，罗汉卡就目箍红啦。我听过无？起仔若红，起仔若红，罗汉卡就目箍红。因为古早时代中国来台湾足无简单的，对无？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有无？嘛有人讲长山过台湾，3、4、6回头，就是10个来啦，3个死伫半路啦，6个走转去啦，敢若10个，敢若1个当来食，所以伊袂带某囝来，伊袂带某囝，就敢若一个单挑一个来，单挑一个来因为台湾迄当阵有真侪原住民的迄当阵讲原住民嘛是母系社会，查某囡仔才有路得残横。迄人就甲即摆倒变啦，即摆讲啥物查某囝得嫁妆啦查甫得残横，迄人就倒变，查某才会当得残横啊，所以伊就无所在好住，无所在好住要困倒，寒天足寒啊，困倒庙林啊，对无？困庙林啊，对无？庙总是袂关门嘛，对无？庙会当互伊困嘛，但是庙要困倒，困妈祖的下面困观世音菩萨叫皇大家头前
无可能对吧？有爱观瞻对吧？但是你若看台湾的妈祖庙啊吼，台湾的妈祖庙啊吼，后壁就是可能是观音庙，啊边仔有迄个啥18罗汉，18罗汉有无？哦，啊就困伫迄18罗汉的骹，所以叫罗汉骹，有无吼？罗汉骹，哦啊，所以人讲起仔若红，罗汉骹就目眶红，伊就开始要寒，哎就寒死啊，对无？是毋是啊？足寒的吼，所以好，但是即个罗汉骹是佫有意思的，啥物啊？罗马字甲汉字。啊，互你有骹通行，有罗马字有汉字，互你有骹通行啦，吼，互你要输入台语就有啊。啊，所以吼，亲像头拄仔迄个啥，准有长老建议的，你爱去用台语输入法去输入台语，因为安尼啊吼，伊会当互你练习你的罗马字啊。伊所有的输入法拢是爱用罗马字输入的啦。吼，刚才讲者，大家咱去算看觅啦，时间无济啦，吼，时间无济，2天的即个2天的课程。真紧啦，吼，真紧，咱出来照 QR code。2天的课程真紧啦，吼，所以我一开始就是甲家己设定的目标，就是讲我这2天内底，就是要引起大家兴趣。